喂，hello，今次犀利啊！我哋出外景，今次呢個解卷咧係喺法國同你錄嘅。閒話休提啦，我哋講一講2026年嘅 DSE 咧，啱啱考完咗。咁我想用幾分鐘咧去同大家講下，究竟今年3條題目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地方咧？咁啊，大家等我一陣，俾個靚景你睇下先。係啦，大家見到咧，而家我一路喺度戳下鏡頭咧，係行緊去呢個叫做唔識讀啊個法文，咁啊總之呢個聖米歇爾山。OK， 好，喂，咁啊先講第一題。嗱，第一題呢一度咧就經典嘅記敘抒情文啦。咁你見到咧喺題目裏邊佢係有一堆嗰啲乜鬼嘢蛋糕、芝麻糊、冰淇淋等等咧，其實就唔係重點嚟嘅。你作文絕對可以冇呢啲嘢喺度啦。咁但係比較緊要咧就係佢講到，呢啲食物除咗飽腹之外，仲有其他意義。咁好明顯啦，飽腹就係一啲物質嘅意義啦。咁如果你話物質以外嘅其他意義呢，我相信就會係一啲精神上嘅意義。咁所以正常嚟講啦，你應該可以講一啲人生體會啊，又或者對社會嘅反思，甚至一啲中國文化嘢，都係嗰啲老土嘢啦。不過呢，就要留意，因為嗰個題目裏邊係講呢一啲甜點令到眼前呢一頓飯別具意義。咁所以如果你講嘅嘢係聯繫唔到眼前嘅呢一頓飯嘅話呢，咁有機會就會偏離咗個題目嘅重心啦。OK， 另外第二題應該係比較多同學做嘅一題啦，亦都係我覺得3條題目裏邊相對簡單嘅一題。咁呢一題就文體不限嘅，佢講到就係城市裏邊睇到大自然嘅生命光芒。咁我諗大家都明啦。如果你作文係竟然連城市係乜嘢都搞錯咗嘅，咁當然你會唔合格啦。咁但係正常嚟講，少一個比較現代化嘅地方啦，多人聚居，唔係以農業為主嘅地方就叫做城市。咁所以我諗咧，會離題嘅同學應該唔多，應該唔使太過擔心。OK， 咁而呢一篇文章咧，如果你要講大自然嘅，咁通常啲同學都會講下啲花草樹木啦。用嗰啲花草樹木我嚟借物說理，講下一啲人生嘅道理啊、積極嘅人生觀等等。咁我諗對一般同學嚟講咧，應該最易係即係最易作嘅係呢一題啊，應該冇乜大問題㗎啦。OK， 跟住第3題議論文比較特別，因為咧佢已經有好耐冇試過俾一句文言文你啦，跟住要你去作議論文。咁而今次呢句文言文咧，同之前嘅一樣啦，佢係會好似當年嘅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咁樣，佢會俾埋個翻譯嚟嘅。咁但係咧要小心就係呢一題，因為話根據以上古語去做一篇文章，而嗰句古語你見到有2個部分嘅嘛。一個咧就係講言語可以係對人好，一個講言語應該係會對人衰嘅。咁所以既然係根據以上古語，即係話2句你都要回應。OK， 咁而個題目係叫做談說話。用個談字咧就好似當年嘅談憤怒啦，或者談知己啊、談敵人嗰啲一樣啦。其實你可以講你嘅立場，亦都可以寫你嘅建議。咁我相信呢一題咧，亦都唔算好難作嘅，只要你係2樣嘢都有回應到。喂，咁啊，因為我一路行緊咧，大家 feel 到個鏡頭都好戳下。我講住咁多先，咁啊，大家咧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嘅，可以喺下邊留 comment 俾我啦，或者 DM 我。咁我哋下一段片再見啦，拜拜。